民众厝的电话卡依照现在法规停乌多摆汽车甲排单拢是违法。台南市有议员提出要来制定驻地条例草案来放令哦，也毋过有信众团体是真烦恼讲，若是开放停车排单，问题会真侪。有学者建议讲，先试办看卖的。 台南中西区人车来去，车路way红线，停车位是真恶找，袂少民众直接甲车停伫咧电话卡，因为违规接风检举。台南市议会都有议员提案制定台南市电话卡管理使用驻地条例草案，放令停车也是排单。如果说骑楼又不能停车，这样子大家都方便，它会开放。 跟之前一样，我们其实以前停的时候都会留位置给行人通过这样子，因为大家互相啊。阮咧做工课啊，阮你是咧经站抓客啊，你货车无放喺内底，要安怎出入去啊？工较袂掀起来检举啊。那当然也希望借由这样的提出，让两边各有主张的，不管是公民团体、里长跟群众都有达到共识。那这次公听会，我们也发现学者、专家以及行政部门对这样的自治条例都乐见其成。 驻地条例重点就是车路有超过8公尺宽，两边徛架电话卡，会当互土地所有权人沿电话卡外边来歇车、停乌多摆，或是排单。不过前提是讲爱保留1.5公尺宽，互人来行。建筑物上无嘛爱留1.2公尺出入的空间。不过无障碍协会是反对，尤其因是愈注重电话卡关架踩问题，就爱改善。 那当然有人行道最好，那可是有些地方真的没有人行道，我只能依靠骑楼。可是骑楼又关架，其实关架我嘛无法度行，所以变成阮坐轮椅也无法度，只好行出来路口。煮面的啦，是什么固定的物件，我卖去人骑楼，因为对阮来讲，我真正无法度过。因为这个自治条例里面，它其实明确的定义这个行人通行的空间需要有1.5公尺。 也希望能够来解决台南市长久以来能够希望骑楼能够兼顾停车，那也能够兼顾有一些给摊商的一些摆摊的设施那另外还有可以兼顾我们大概私人产权的一个使用的权利。 即摆驻地条例嘛，互台南市目前推动的有线电话卡政策法制化，毋但有优先通行的空间，嘛还互地主合理使用电话卡的权益。毋过，嘛有学者建议分区也是分区分时段试办来出入平衡。记者台南报道。